歡迎收聽福音清談節目《號角聲》。跟住喺吹角節5日之後咧，就係贖罪日。贖罪日咧就係整個猶太人去節期裏面最嚴肅嘅一日，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日。喺一日裏面，聖經所講係每個人都要停止佢哋嘅工作，刻苦己心。點樣代表刻苦己心咧？喺而家嘅猶太人裏面咧，佢哋通常咧就以要禁食啦、禱告啦，甚至佢哋完全唔會化妝或者做一啲任何嘅活動，以至喺神完完全全嘅謙卑自省。其實由吹角節去到贖罪日，整整10日嘅時間。喺呢10日就係10日最敬畏神嘅日子。好多時候猶太人咧，佢哋都會雙雙去揾唔同嘅朋友啦，喺佢哋面前咧去求佢哋寬恕。如果喺嗰個時間有啲咩嘢做錯咗啦，或者未還錢啦，或者借咗人嘢未還啦，或者得罪咗人啦，好多時候咧猶太人咧都會喺呢10日嘅時間裏面咧嘗試去求寬恕，因為佢哋認為喺呢10日裏面咧，神會特別嘅去檢察佢哋。咁喺第10日呢個贖罪日嘅時候咧，神就會進行呢個審判。如果佢哋行事為人喺嗰一年做得好嘅話，佢哋一個名字咧就會繼續留喺呢個生命冊嘅裏面。咁如果唔係嘅咧，可能就過唔到嗰一年噶啦。咁所以咧，猶太人咧，佢好重視呢個贖罪日，就係喺舊約聖經裏面去神要求人嘅謙卑喺神面前刻苦己心嗰個心，而好相信神亦都會即係對一啲猶太人啦，喺憂傷痛悔嘅靈裏面咧係神唔輕看嘅。雖然猶太人喺呢一段時間好多時候我哋未認識主耶穌基督，但係我自己嘅經歷啦，好多猶太人其實喺贖罪日嘅經歷啦，或者悔罪嘅裏面啦，係神自己嘅靈去感動佢哋，佢哋帶出好大嘅疑問，就係神係咪真係我哋認罪悔改嘅時候就係咁樣去赦免佢哋罪咧？因為喺過往舊約嘅經文裏面，除咗佢哋要刻苦己心之外，最重要嘅咧就係大祭司一年咧，每人一次咧就會進到呢個至聖所，為所有嘅以色列民為自己嘅罪去禱告嘅。而當中咧牽涉咗有2隻嘅羊，一隻嘅羊咧就係用嚟獻祭嘅，第二隻羊咧就叫亞撒石勒。嗰隻亞撒石勒咧就係代罪嘅羔羊。大祭司會將佢嘅手按喺羊頭嘅身上，將所有嘅以色列人嘅罪都歸到呢隻羊嘅身上，而跟住咧呢隻羊咧就會帶到去曠野。曠野裏面咧就係象徵一個死亡荒涼嘅地方，呢隻亞撒石勒嘅羊咧就會放到喺呢個曠野嘅裏面噶啦。咁喺舊約有啲記載啦，咁啲拉比咧都好驚呢隻羊咧，如果去到個曠野，如果佢識得走翻嚟嘅時候會點算咧？咪將啲罪又帶翻嚟咁樣唔得噶喎。係有拉比嘅即係歷史記載咧，當時嘅大祭司咧，其實會將啲羊咧就帶到喺一個山崖嗰度，就將隻羊踢落個山崖，咁佢就翻唔到轉頭噶啦咁樣。以前就有代罪羔羊去代所有嘅以色列人嘅罪，但係到而家我哋已經冇大祭司，而家猶太人亦都冇佢哋嘅聖殿，咁佢哋嘅罪點樣去除去咧？咁喺猶太人喺呢段時間，佢哋去思想佢哋嘅罪，即係深切認罪嘅時候，好多時候咧，佢哋就有一個疑問啊，其實我哋而家係點樣可以悔罪咧？點樣可以罪得赦免咧？咁神亦都藉住呢啲時候，好多時候讓有猶太人啦，佢可能聽過即係福音啦，聽過主耶穌基督啦，咁佢哋思想會唔會耶穌基督就係嗰隻贖罪代罪嘅山羊咧？咁我自己有一個好大嘅經歷啦，就係喺贖罪日嘅時候咧，係特別多猶太人佢係得救嘅喎。咁我曾經認識過2個嘅猶太人，就喺贖罪日嘅時候，佢哋就記得曾經讀過以賽亞書第53章，係嗰個受苦嘅僕人，點樣神將佢成為一個贖罪祭，所以佢特意咧就嚟到一個猶太人信主嘅會堂，喺贖罪日嘅裏面去聽
基督徒嘅裏面，佢哋係點樣去講解耶穌基督嘅贖罪咧？咁樣，我好記得就係一個猶太人，佢喺贖罪日嘅期間，佢唔係好完全清楚知道點樣可以信耶穌，喺到最後嘅時候就同我哋去分享去講，其實咁多年嚟喺會堂裏面贖罪日，佢每一次離開，佢就帶住一個好重嘅疑問，無論佢點樣祈禱都好，佢都唔覺得佢哋自己嘅罪去赦免。跟住我哋其中一個同工啦，就圍住佢，就同佢一齊去作一個祈禱。呢個禱告裏面咧，鼓勵呢個猶太人啦，同佢一齊一字一句咁樣，即係去講出呢個經文。個經文主要就係求主耶穌基督佢嘅寶血去赦免你嘅罪，係神自己為我哋預備嘅羔羊。當喺作完一個認罪嘅祈禱之後啦，呢個猶太人咧，佢突然間咧望住我哋，好大聲咁去講：我啲罪去咗邊度啊？佢真係好大聲啊！我啲罪去咗邊度？我哋個個都好奇怪吓，你啲罪去咗邊度？因為佢就同我哋講，佢係第一次咁樣祈禱，喺贖罪日裏面嘅祈禱，真係覺得喺心靈裏面佢有好大嘅重壓，你突然間冇咗喎，佢就好驚訝，點解我突然間我個罪疚感會冇咗？咁多年嚟，佢喺佢自己嘅會堂不斷咁去祈禱，佢都唔覺得呢啲罪就係咁樣離開咗。但係嗰一次就係好認真嘅咁去同我哋一班同工喺一個即係我哋嘅即係教會裏面啦，即係一個贖罪日嘅禱告嘅裏面，佢就再講即係求神去寬恕，去祈禱以耶穌基督嘅名一齊去禱告嘅時候，佢就感覺真真正正係第一次佢嘅罪被贖咗。所以我相信真係神用着贖罪日，係猶太人佢好明白呢一日就係求神自己嘅恩典去赦免，唔係單單從自己去做咗啲乜嘢嘢。因為呢隻羊就係正正係將所有以色列人所犯嘅罪都歸到佢嘅頭上嘅時候，神就用着呢隻羊去將佢哋嘅罪遠遠咁樣帶嚟咗去。咁而喺新約嘅裏面啦，去指導耶穌基督唔單單只係嗰隻公羊，耶穌基督更加係嗰位大祭司。頭先講到大祭司一年一日就進到去至聖所，為以色列嘅人民去求認罪悔改。而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喺希伯來書亦都係被形容就係嗰位大祭司，完完全全去經歷過我哋嗰種軟弱，亦都好清楚我哋嘅心意。主耶穌係嗰一位大祭司，為人去代禱，而主耶穌基督亦都係嗰一位贖罪嘅羔羊，係將人嘅罪去帶走，以至於我哋喺贖罪日嘅裏面係指向神喺整個救贖計劃裏面其中一個高潮，就係將我哋嘅罪真係完完全全能夠赦免，與神和好呢一個嘅指向。喺希伯來書咁樣講，唔係用公羊嘅血，乃係用基督嘅血，一次嘅祭牲，永永遠遠將罪完完全全嘅去赦免。